各位本坛师、各位大军，大家好。今天就是透过天命书店，以及咱前人在这个领导安排，那今天这个发挥，那么和我承受前人的资源，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到底在目前1000万到做法的时阵，到底是坊间新闻正宗的法门在倒位？那么第二点，也要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在倒位。第三点，也要咱各位来报告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又果是在倒位。所以，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美丽家庭。因这个题目，咱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，大家厘清出来。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灌输。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你的灌输呢？当然要伊的因缘，甲伊的主要理由。